珠海嘅樓市係咪真係要崩盤啊？6月份咧就快過一半啦，一手房嘅成交咧仲未到1000套，就一日咧係突破咗100套嘅。二手房更加之慘啦，先700幾套。中介盼望住啲咩大反彈啊，連影都未見到。盼望住漲價個房東同埋發展商啊，估計而家快谷出內傷啦。最近咧有好多朋友喺後台問我啊，家英啊，珠海嘅樓市係咪真係冇得救啦？依家買樓唔會當韭菜咁俾人割咧？今日個內容咧就有少少敏感啦，中介唔敢講嘅，發展商唔想聽嘅，今日咧家英全部都同你捅出嚟。建議咧先點讚、分享同埋收藏，避免咧俾人舉報落架。首先俾剛需朋友食粒定心丸咯，只要你錢到位，真係要住嘅，唔理係200萬嘅剛需首套，定係800萬嘅改善置換，該買就係買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諗住話買樓賺錢嘅，我勸你趁早打消呢個念頭。只要你有呢個念頭，你絕對蝕到眼癟癟。依家珠海嘅樓市早就唔係話眯埋眼買樓就可以賺錢嘅時代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自己進入正題咯。首先，剛需買房啊，一定要記住呢條鐵律：區域定生死，板塊決定下半世。千祈唔好信呢啲咩畫大餅嘅區域，咩未來科技城2.0啊，宇宙級嘅規劃啊，學校係冇影嘅，商業全部都係規劃中嘅，呢啲白送俾你都冇要啊！甚至乎有啲發展商同埋中介啊，講咩地鐵口嘅物業，珠海邊有地鐵啦？我作為一個珠海本地人啊，真係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依家啲發展商同埋啲黑中介啊，為咗賺錢啊，簡直係喪心病狂，一唔留意咧就中伏上當。珠海板塊咧係比較細嘅，大致咧分3個區域，38個板塊。大片區咧就分為香洲、金灣同埋斗門。我哋先講講香洲板塊啦。作為珠海嘅主城區啊，基本上咧已經開發殆盡啦。香洲在售嘅新房項目咧係比較少嘅，主要都係以改善為主。比較火熱嘅板塊咧有十字門啦、新香洲啊、南灣啊同埋呢個唐家。但係因為土地嘅價格關係咧，肯定會比其他2個區域要貴嘅，入手門檻絕對係成個珠海最高嘅。其次就係金灣啦，主要咧係工作人群剛需為主啊，唯一值得入手嘅咧就只有航空新城一帶啦，其他區域好似咩三灶啊、平沙啊、南水啊、高欄港啊，就真係冇入手嘅必要啦。最後就斗門啦，斗門基本上係以剛需為主嘅，價位咧就係3個片區啦最低嘅，值得入手嘅咧就只有湖心路同埋尖峰南一帶。呢啲板塊火熱嘅原因啊，有一個共同點就係配套人氣足，有政府政策嘅支持，有發展商喺度攞地起樓建配套，配套咧基本上已經係承諾兌現啦。其他區域基本上都係畫大餅，你等10年、等20年，可能都未發展起身。普通人真係唔好以身入局啦。再講講下，好多人買樓會進入一個誤區啦，覺得樓平就可以買啦。往往咧，你貪平就絕對係入坑嘅第一步。要永遠記住呢句話。1分錢1分貨，家兄總結咗呢3類樓啊，你打死都冇掂啊！第一咧就係拆遷房啦，拆遷房住嘅全部都係原住民，半夜做法事係常態，物業差到離譜，後期拆遷房一定會形成一個價格踩踏，拉低成個小區嘅均價。你再諗下，拆遷房原住民放售嘅價格冇最低，只有更低。你高價位買入，你點競爭得過呢啲原住民呢？第二就係老婆大老婆少啦，老婆少除咗學區咧係一無是處嘅，如果冇學區加持嘅狀態下，你分分鐘俾人套路。再講到學區房啦，國內個學區房概念咧係逐漸淡化啦。珠海而家實行嘅咧係教育集團化，佢嘅目的咧就只有一個嘅啫，就係平均成個珠海嘅教育水平。比如話文源中學啊、紫荊中學啊，開到成個珠海都係分校。老婆大雖然表面睇起上面咧單價可能會低少少，但係佢總價高啊，佢積大啊，窮人買唔起咯，富人又睇唔上，後期邊個人接手你呢？第3個就係公寓啦，更加之坑啦，人哋住宅降價仲可以賣得出去，公寓你打5折都冇人要啊！我上一條片咧就有講過啊，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去我主頁上面翻上一條視頻啊，呢度咧我就唔再贅述啦，買咗絕對就係踩氹。依家珠海買房嘅政策確實係寬鬆到離譜。你而家首期1.5成，利率3厘，唔限售唔限購，銀行求住你貸款啦，甚至乎有啲發展商係補貼埋呢個月供俾你。但係咧，你要小心喎，呢個唔係樓市回暖嘅信號，反而係救市心切嘅表現。如果你連首期都湊唔齊嘅，收入仲唔穩定嘅，千祈唔好夾硬上車啊！前幾日咧就有個粉絲後台聯繫我，佢層樓已經斷供啦，樓咧又俾法院發拍。首期同埋月供全部蝕晒，仲欠銀行幾廿萬，真係血嘅教訓啊！所以我強調啊，買樓絕對唔係小事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做力所能及嘅事。冇咁大嘅頭，就冇戴咁大嘅帽。如果資金仲係未到位嘅，你情願唔好買。最後咧，
家兄送大家一份避坑嘅大禮包。我使過1個月嘅時間咧，整理咗珠海2025年購房白皮書，入邊咧有各個板塊嘅價值分析啦，熱門樓盤嘅優缺點、學區嘅劃分、土地嘅規劃，全部都係實打實嘅乾貨。你可以直接掃描屏幕上面嘅 QR code， 直接加我 WhatsApp 二維碼就可以免費領取。買房之前啊，一定要多睇多對比。記住啊，千祈唔好單單聽呢個中介吹水畫大餅，眼見為實，多研究板塊，多對比數據，先至可以避免中伏上當。最後記得 follow 家兄嘅頻道，為你分享最新最實時嘅珠海樓盤避坑攻略。